我不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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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公主，芈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燕王不光岁数大，他还有残疾，腿不好。大王还没有下旨，事情也许还有回转的余地。我去过宣誓殿了，他对我避而不见，他一定是心里有愧于我。过去他对我的疼爱全都是假的。我不信。今晚大王会召我去成明殿的，我会对他说的。昨日大王说好的，今晚要召我去成明殿，都这时辰了，大家怎么还不来传旨？啊，我已经让香儿去打听了，一会儿便知究竟。夫人，哎，木心怎么说？木心说，大王半黑就去交房殿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今日大王是故意在躲避我。按你与梦莹的情分，谁都能猜到你定会为他向大王求情的。大王躲我，我偏要去找他。既然你已经知道大王的心思，又何必自讨苦吃？可这是梦莹的事啊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大姐，八字，回去吧。大王正在殿内议事，不能见你。还请大监行个方便。你若能进得去，我怎会拦你？我可以等。大王此刻不想见你，过会儿也不会见你。我真的有要事，必须要见大王。哎，八字，大监，使不得。大王，大王，寡人听说你一直忙于整理王后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，今日怎这样得闲？望大王恕罪，为大公主的婚事，芈月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大公主的婚事已交由王后操办，用不着你越俎代庖。芈月不敢僭越，但大公主的这桩婚事的确是不妥。妥与不妥，前朝有重臣权衡，后宫有王后把握，你还是回书库去吧。大公主的终身福祉，只在大王的一念之间。去成明殿。是。大王，荡儿，笑一个，呦呦，荡儿，抓抓啊！哦，给娘亲笑一个，她抓住了。姐姐，妹妹来了。这孩子今日特别淘气，总是喜欢捉弄人。你给他什么东西，他都扔在地上，等你去拾。你若不拾，他便哭闹不止。小孩子都这样。哪里一样？上个月樊长史的孩儿公子通满周岁，那公子通比荡儿就大7个月，却是异常安静的孩儿。我看他身子瘦弱，怕是樊长史上次滚下台阶，害得他先天不足。哎，那次你怎么没去啊？樊长史说他也差人请了你。姐姐，妹妹来姐姐这里是有件事情想要求你。姑姑，带荡儿下去吧。是。抱下去吧。是。别以为我愚笨，你一走进交房殿，我就猜出了你的来意。母监不肯为我传话，大王不肯听我陈情。大公主这几日水米不进，我怕她会……有空，我自会去看望大公主的。姐姐能去看她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
但姐姐毕竟是他的母后，总不能放手让他跳入火坑吧？梦莹的婚事由大王一人做主，梦莹违背父命，已经让大王恼火得很。我若再去劝说，只能是火上浇油。可这事怎么能了呢？走到哪儿，了到哪儿吧。姐姐有了当儿，比我更知晓，凡事要为儿女的前程打算。列国自有年貌相当的诸侯和太子，大公主为什么偏偏要嫁给燕王那个老朽？那个燕王还是个瘸子。若是轮到你我，也是打死不嫁的。上次召集后宫嫔妃，商议梦莹出嫁之事，你当众顶撞我，我不与你计较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。但大王的脾气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只怕比你还执拗。我已经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凡是大王拿定主意的事，硬要去碰，只有突破血流。姐姐，上次大王气恼，是因为怪罪你后宫干政，但儿女婚嫁本来就是母后的分内，大王总该听听你的忠言。姐姐，梦莹可怜，女儿家一生好坏只有一次，若遇人不淑，终身悔恨。当初姐姐一心想嫁给大王，不就是想图个好姻缘吗？姐姐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但凡有一点点办法，都不会来这里来麻烦姐姐。好啦，真是磨人。我并非铁石心肠，但你我都知道，此事是无中求有。如若机会得当，我会去试试的。姐姐这是答应了要为大公主求情，还不是因为你纠缠。有话在先，事得成事不成，都别怪我。我先替大公主谢过姐姐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王后明知大王的心性，为何还要卖给芈月这个面子？你也知道，入秦宫这么久，芈月只为他弟弟来求过我，还被你给拦了。芈月是打断骨头也不喊疼的人，从来不愿欠任何人的人情。况且这次还是为了别人的事，我若有机会让他觉得欠了我的，有何不好？幕间传旨，大王一会儿就要到交房殿来。珍珠珊瑚，你们两个手脚还不麻利点儿？是。王后，你要不要带这只我们从楚国带过来的金簪呢？还是带那一对前日大王赐的蓝田玉钗吧。是。可奴婢还是觉得那对金簪更炫目些。你们都把我从楚国带来的首饰暂且收起来。人要吃一堑长一智，水能磨石，但万物水最软。我既想袒护母国，又不希望和大王伤了情感，只好事事顺势而为。是。王后再用些胭脂吧，烛光下也显得喜气些。听说大王近几日一直没有召芈月侍寝，看来大王对芈月也是淡了。是啊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还不都是这个道理？更何况那芈月算什么东西？她也想争着上位。你们都在这贬她，但我却觉得恰恰错了。大王性情刚烈，从没有回避过谁。大王若是刻意而为，定是不忍与其举语，干脆避而不见。大王这哪里是淡了芈月，明明是过于用心了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王后免礼。
大王兴致勃勃，定是有喜事。寡人刚从四方馆来，国相张仪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在四方馆外放些铜箱，每个去四方馆的侧室都有甲乙丙丁的竹签，每日4家学说辩论，这些竹签的多寡决定着馆中辩论的席位。众人旁听侧室辩论，赞同哪家，就把手中各自的竹签投到哪个铜箱中去。黄昏时分，辩论结束，开箱验看，箱内竹签数最多的2家可以没收箱内最少的2家之竹签，并予以平分，使得他们在四方馆的席位加倍。今日是第1日，结果果然有趣得很。诸子百家之学说，乃经营国家的策略，这个张仪怎么能用来做赌注？实在是太轻佻了。天下本就是赌场，诸子百家也不过是以列国国运为赌注，游说国君们推行自己提出的国策。寡人欢喜的人，都是与众不同、胆大妄为的。王后未免自我困顿，过于拘泥。臣妾忘了，大王一向喜欢标新立异、古怪精灵。这有何不好？寡人倒是奇怪，你与芈月同是姐妹，但性情却截然相反。张仪的主意让芈月知道了，她一定会欢喜。芈月打小就逐心去意，臣妾的确与她不同。10个指头还不一般长短，你和她要互相好好帮衬。大王所言极是，淑儿知道了。好了，寡人今日到你这里来，是有件事情跟王后商量。2日后立夏，寡人打算带文武百官到南郊祭夏，大约要花3、5日的功夫。寡人不在宫中，后宫事务就交给王后处理了。其他事情倒也没什么要紧，就是大公主的婚事，王后要悉心操办。大王在众子女中最疼爱的就是大公主，嫁妆丰厚不用讲。只是臣妾听说梦莹至今不解大王望女成凤之心，芈月对这桩婚事也颇有微词，并曾当众顶撞臣妾，让臣妾为难得很。王后以为这桩婚事如何？大王行事一贯慎密，深谋远虑，选中燕王定是为了大公主好，女儿家娇嗔，出嫁前闹一闹也是有的。臣妾照大王的意思办。王后识得大体，由你操持大公主的婚事，寡人放心。大王整日操劳，臣妾只是想替大王分担困扰。王后今日的容颜格外娇美。大王打趣臣妾。这只发钗与王后的发饰相得益彰。秦国蓝田玉是世间极品，臣妾为大王而容。王后钟情秦国蓝田玉，却不喜秦国的范石。寡人听说你总嫌秦宫的疏素粗粝。臣妾自小体弱，疏素容易让臣妾积食上火，所以不敢多用。无妨，你是王后，秦宫里稻米有的是，随你吃。但是寡人还是喜欢那些蔬素，稻米吃了以后，1、2个时辰就饿了，不顶用的。臣妾今日特地为大王做了些点心，都是秦国物产，不知大王是否中意？究竟是何物啊？臣妾熬了山药小米粥，还有枣泥饼。这些东西虽然普通，但却最是暖胃安神的。
王后有心，寡人刚好有点饿，叫他们端上来吧。玳瑁姑姑，快把点心端上来。是。大公主，就算别人不爱惜你，你也该爱惜你自己。我的命是父王给的，他这样逼我，让他收回去好了。你这是以命相搏，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。照理讲，大王并非蛮横之人，若能弄清楚事情究竟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回转的办法。只是大王根本不肯见我。王后答应说情，却又不了了之。他连你都避而不见，看来无人可以救我了。别那么灰心。我想，尽管大王是一言九鼎，但总有人说出的话能让大王回心转意吧？除非是他。谁？青青，去给我取膳食来，我要吃东西。大公主，你说什么？快拿膳食来。是。南有情，西有离。姑母，几千君子，殷夫人，坐吧。谢夫人。姑母，来了就愁眉苦脸的，多扫兴。姑母这里歌舞升平，您可知道梦莹心里有多苦？花开花落就在眨眼之间，人生愁苦却是无穷无边。你若耽搁在愁苦之中，误了花期，多不值得。姑母，该来的总会来，一会儿再说也无妨。来，还是先喝杯酒吧。我曾说过，这世间绝对不会背弃你的，唯有这佳酿。芈月，你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吗？有乐及时行乐，转眼人之老矣。梦莹啊，你随我来。孩子，要哭，你就在这儿哭吧。姑母，孩子，你想要姑母怎么办？去跟父王说说，让他收回成命。父王一向对您敬重，你也不曾求过他什么，所以您若去求他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你可知道，你父王为何在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最敬重我？因为祖母早逝，长姐如母，也因为父王对您一直心有愧疚。是啊，当初你祖父秦先王孝公也十分珍爱我，但是为了与魏国修好，他毫不犹豫地把我嫁给了
我并不中意的魏王。后来，秦魏河西之战，姑母按照你父王的请求，把魏国所有的意图和兵马调动的策略，全部传递给了秦国。秦国因而大胜，而我却终身背负着背叛君王、出卖夫君的罪名。按律，我本应被枭首，是你父王用魏国战败赔偿的5座城池换回了我的性命。孟莹啊，你要记住，君王就是君王，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柔肠百转，但是放在江山社稷面前，他们连一刹那的迟疑都不曾有过。这么说，祖父和父王从未珍惜过我们，姑母和我都只是他们野心的祭祀品。不对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就是他们的舍弃。他们舍弃了他们在世上最珍惜的东西。我如今才知道，父王对我从未真心过，全然不顾我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他的真心不是你要的真心，他宠你正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他逼你出嫁也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。我不情愿，我不情愿，姑母。生在王室之家，这就是你的命。除非你不做大王的女儿，不做大秦的公主。我不做公主了，我不要做公主，我要搬来跟姑母一起住。姑母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你帮帮我，姑母。我不要嫁，姑母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，姑母，我不要嫁，姑母，我求求你。傻孩子，眼下我这一切也都是你父王赐给的。从你一生下来，你就不懂得什么叫一无所有。当年我离开魏国，秦国是我的退路，我还可以寄居在此。而你眼下却是退无可退。我若劝你退，就如同劝你从高墙上跳下去。孩子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夫人，有话你便问吧。你是大秦最有见识的女子，为何要叫孟莹认命？在秦国，历代先君、储君和公子们，死于战场的不知道有多少。而王室女子别嫁，又何曾不是另一种战场？舍身、舍命、舍情。身为君王，就真的要这么无情吗？你要君王该有什么样的情呢？是周幽王宠褒姒，还是纣王宠妲己？身为女人，我怨他们。可是跳出这一重身份来再看，失去江山的人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还有什么怨恨可言？夫人既然这么说，可言语中却还有诸多的不情愿。君行令，臣行义，他保他的江山，我保我的真性情。夫人大彻大悟，芈月受益良多。非经磨难，不能彻悟。我倒怨你们这些孩子，
一生一世都不要有这种彻悟。你们要照顾好尹夫人。是。大人，夫人，你来了，怎么也不叫人通报一声啊？我正好路过这里。梦莹他们走了，不过是后宫中有一个伤心人罢了。从一开始就不抱有期望，比抱着期望却落得一场空要好得多。可惜，他还是春梦无痕的年纪。梦莹，我倒是不担心，只要他想明白了，就会跟他的父王一心一意。梦莹，拜见父王。你可想通了？是。想通了什么？身为秦国公主，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坐享其成，岂能心安？寡人要你嫁与燕王，你可情愿？嫁与燕王，并不情愿。但若社稷需要联姻他国，孩儿义无反顾。到底还是寡人的女儿，与寡人心意相通。记得寡人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，才13岁，双腿发抖，怕得不行，但依然义无反顾。织女莫过父。等你真正面临沙场的时候，你不会懦弱。难的就是决断的那一刻。你到燕国是要把寡人的眼睛、耳朵、手臂带到燕国去。寡人不会让你孤单。你与母国唇齿相依，要流泪，就在寡人面前流，千万不能让燕国人以为秦国女子软弱好欺。你是父王最为自豪的女儿。到了燕国以后，你要记住，你的背后还有父王，还有秦国。不管出了什么事，
尽管派人送信回来。多谢父王。你这一去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我若回不来，你就当我战死沙场了。怎把话说得这么不吉利？和一个枯朽老头同床共枕，生不如死。这我都想开了，还怕真的死去？别钻牛角尖。福兮祸兮，事有百变。你若不能回来，我想办法去看你。我一个人在那儿就够了。你要自己好好保重。这秦宫里刀伤剑雨，无异于燕国。你能平安，我虽隔万里也会宽心。那日我带你去见姑母，是觉得你们性情肯定投合。我走后，将来有些事情，她或许可以帮你。此外，我特地向父王讨了让你出宫便礼的令符，你好好收着。有了它，以后你会容易周旋许多。你自己挚爱重重，却还为我着想。以后，我也为你做不了什么了。给您啊，您拿好了。哎呦，公子要不要米糕啊？来2块吧。来，姑娘。这个不错啊，买不买啊？不了。我看你就是个混账！米糕喽！你到底买什么？你不买，别在这儿等了，你都耽误做生意了。我怎么不买？我要买，是你不卖给我。你，哦，我卖你，说吧，到底买多少只？100只。100只？嗯，我没带那么多呀。这么办吧，你跟我到家里去，你自己抓。我跟你去，你抓。我抓？啊！你连买鸡翁、鸡婆、鸡雏都搞不清楚，我怎么给你抓呀？你这个人好不讲理！我都说了，我给你50钱，那鸡翁要的最少，鸡婆多要，鸡雏要的最多。我看你就是个疯婆娘！不是，让大家评评这个理啊！我这鸡怎么卖啊？啊！这位大伯，你的鸡到底是何价？啊，鸡翁5钱2只，鸡婆3钱2只，这鸡雏便宜1钱6只。这位大嫂，你到底带了多少钱？想要买多少只鸡呀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婆婆给了我50钱，说买100只鸡。我婆婆还说，那鸡翁啊，光吃不劳作，要少买些；那鸡婆能下蛋，要多买一些；那鸡雏长大了能卖钱，越多越好。那我也不知道。我看呐，你呀是买不成了。你婆媳俩不识零数，只识整数啊！哎，你随便给他抓100只鸡，总是不会错的。我要是给他鸡雏抓多了，他说我占他便宜；我要是抓少了，我又吃亏。这生意啊，咱还是甭做了，您请吧。这生意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只是我帮了你们，你们该如何酬谢我？那你让我如何酬谢你呢？大伯只需要给我买2块米糕就好。2块米糕，说话算数。那你快说呀！这位大嫂有50钱，你可以买鸡翁4只，鸡婆18只，鸡雏78只。4只就是10钱。哎，这个人是不是饿疯了？随便说个数，想骗2块米糕吃。就是，是不是？你说的准不准？我来证明。哎，这位大人是？哟，这不是雍府的雍大人吗？雍大人。我可以证明这位公子算得没错。雍大人，那既然雍大人都说没错，一定没错了。给50钱，你把鸡送到我家里去。您先别急，
啊，我给这位公子买米糕去，买米糕去啊！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黄倩。在下雍瑞，有意请公子去府中小坐，不知可否？那恭敬不如从命，请。失礼了。公子一看就非等闲之辈，若不嫌弃，就在我雍府暂且寄身，寻找机遇，施展抱负。在下来秦国，只是与人有约，未做长远打算。秦国眼下正值用人之际，秦王视财如金，求财若渴。那张仪入秦不到1载，便被秦王拜相。公子何不重作酌量？我只是一介书生，有点莫微之计。雍公子过誉了。好吧，去留之事咱们暂且在意。公子肯在雍府落脚，已让雍某不胜荣幸。来，黄公子，喝酒。有一事，我想向先生讨教。公子但说无妨。几年前，秦王迎娶楚国公主，听说迎亲的车马在武关附近被义渠人劫持，后来又如何了？那日义渠人袭击王后的车马，幸亏王后的陪嫁应女舍身引开了义渠人马，才让王后得以脱险。王后有3个陪嫁应女，不知是哪位应女如此侠肝义胆。她叫芈月，是王后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她被劫持到义渠之后，大王派我和张仪用600车粮食将她赎回。到了秦宫，因她聪颖俊俏，深得大王的宠爱，已被册封为8子。我雍瑞也算是阅人无数，这个女子的确是人中翘楚，不可多得。不可能，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公子此话怎讲？来，喝酒。来。父王，儿臣去了。谢父王，谢母后。
姐姐。啊，迎夫人。大王来了，姐姐有失远迎。寡人去祖庙，顺便在这里歇歇脚。祖庙在东面，大王却来了北郊，南辕北辙呀。寡人，大王不必讲了，你呀，从来都是有事情纠葛不下的时候，才会想起我。世间也只有姐姐才知道寡人心中也有懦弱。在别人眼中，寡人从来都是个只知利害的无情之人。列国联姻各有所图，年龄相貌不相称的比比皆是。只要梦莹能想通就好。但看梦莹郁郁寡欢，寡人心里也痛。梦莹性子要强，作为公子妃倒也罢了，但是要作为一国的王后，那要忍许多不得不忍的事情。我是吃过那个苦的，回头想想，我如今过的日子，真比那时候高兴多了。如何高兴？你看看这赏鱼、赏花、打猎、抚琴、酿酒。大王，去年秋天的时候，山果繁盛，我还亲自酿了一些果子酒呢，送了雍瑞几坛子，他赞不绝口。大王若是喜欢，也带走一些，尝尝我的手艺吧。说到酒啊，寡人还记得儿时你第一次酿酒，酿得比醋还要酸，还硬要寡人喝。如今手艺大有长进了吧？如今也没有人敢硬要大王做什么了。逝者如斯，如今寡人坐拥江山，却更怀念当初的岁月。这衣服会不会做得太大了些？萧冉和蓉儿都是长个子的时候，他俩的衣裳还是做大些为好。萧冉小小年纪就从军了，这也太苦了他。听说司马将军眼下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大帐里，带在身边，时时调教。还不到1岁就没了娘亲的孩子，幸亏有你这个姐姐。萧冉从小有志气，想来不会辜负我们的。蓉儿也长大成人了，但因为微后阻碍，楚王一直没有给她分封。想到她孤身一人在那儿，无依无靠的，真让人揪心。八子，大坚来了。大王口谕，宣芈月今晚承明殿侍寝。是。还不快帮着八子梳洗打扮，接他的撵轿马上就到了。是。八子，老奴告退。不需要麻烦，平常装束便好。大王，不是这个，寡人要的是昨日寡人看过的那卷琴律。是。拜见大王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大王召见，怎敢不来？你可以给我一个理由。病痛、不适，女孩子家这些借口随手拈来。大王洞若观火，被拆穿的把戏，岂不没趣？
虽然不情愿，可是你还是来了。虽然来了，可还是不情愿。你这个丫头，为何如此倔强？芈月只是说真心话罢了。大王若不喜欢，那以后芈月慢慢学着说假话。宫里只有你一人敢与寡人顶嘴，你可知错？大王恕罪。可芈月还是不知错在何处。母亲，下去吧。是。坐。谢大王。坐到寡人这儿来。你说，寡人喜欢你吗？或许有那么几分吧。坏了良心的小丫头。可无论寡人有多喜欢你，还是要常常到宫中其他嫔妃那里去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您是大王啊。此刻，我与你在这承明殿里，我是你的夫君。明日我出了这承明殿，便是一国之君。这大义和小义，轻重之别，你该有数。芈月只是一普通女子。芈月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。大王是想要芈月学会做宫中女子？寡人不要你做宫中女子中的一个，而是要你在寡人眼中独一无二。行了，别跟寡人赌气了。寡人找你来是有正事，听说整理王后陪嫁的书简之事已快了结，你近来在演练新招来的乐师。芈月只是不想让光阴荒废了，再者，也可以让楚国带来的编钟和其他乐器物尽其用。既然如此，你可愿意每日来给寡人整理书简和奏章？我？寡人要用的书简和奏章浩繁众多，无人分类归档，翻找起来耗时耗力。你可每日免召进入承明殿，为寡人整理书简和奏章，归类收藏。这么说，这里全部的书简和奏章都由我管辖？是。我可以随意翻阅这些文字啊？那是自然的。谢老伯恩典，芈月求之不得。怎么又叫寡人老伯了？芈月更喜欢大王做邻家老伯，不喜欢邻家老伯变成大王。小丫头，你一准知道，你笑起来比哭挺用多了。月儿不知，精兵利器足以毁掉寡人的社稷。对了，明日是7月初1，寡人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不过到时要让木坚给你准备一套合适的暖装。明日要去哪儿啊？明日你就知道了。雍大人啊，黄公子，粮草账目已经核对完毕，应该没有什么出入。这么快？幸亏有你帮忙，不然我一个人忙到手忙脚乱都弄不完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一会儿我要去宫中见治粟内侍交接账目，
午后才回来。进宫？雍大人，能否带上子倩同往？哦，在下听说咸阳宫恢宏无比，想借此机会一开眼界。也好，万一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好找你核对。不过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一会儿到了宫中，一定要跟紧我，切勿到处乱走。好。这里就是天下侧室云集的四方馆，也是如今咸阳城最热闹的地方。王公子哪天有兴趣，可以进去看看。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四方馆，寡人知道你一定会喜欢。但谁又能够牺牲自我？以我师杨州看来，世人谋利，无利则发兵请战，有利则洒血断头。儒家也说过，有恒禅者有恒心；法家也说过，人性遂利。所以，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，都应当从我派之言。胡说！人性本无，世间如染缸，入仓则仓，入黄则黄。治国之道，犹不可听乱言。人之异于禽兽者，乃人能互助互援。可听出什么来？减少不平，争取公平而立。各家说各家的理，却都未必能够压倒别人。百家争鸣已数百年，谁能说服谁，谁又能够压倒谁呢？其间相生和相克，为什么还要争呢？五行即为五德，万物与五行对应，各具其德。天道运行，人事变迁，王朝更替，更是五德转移之结果。你们都说得好听，却空言无补。如今诸子百家当中，真正能有所作为的是我们兵家。兵者，国之大事。小丫头，你刚才问我什么？得知众寡强弱。我说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争呢？克敌制胜。争是为了发出声音来，各种声音意味着推陈出新和长进。原来这世间只有周礼一种声音，四方陈迹。我大秦在俗人眼中，也不过是为木马的边鄙野人。周天子的威望倒塌，才有了列国和我大秦的崛起，有了各方人才的投奔，有了这四方馆中百家争鸣，激荡文字，人才辈出。可臣妾昨日在大王的成名殿里翻阅商君书，商君斥其他学说为贼，大秦用的可是商君之法。在我看，任何一种学说都在尽力排斥他人，但总有聪明的学人在不断吸取他家之长，丰富自己。而君王则一家为主，数家为辅，内做王政，外扩疆域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。每逢初一15，这里都会有大争辩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寡人准你初一15凭令符过来。不过必须要男装打扮。还可以让臣妾下注。我们多知道民间疾苦，掌握耕战之实际本领。公子，王公子，你就在此等我片刻，我去就回。雍大人尽管去吧。敢问，在下初进秦宫，想向你打听一人。何人？
是位楚国来的女子。这宫中楚国来的女子多得很。这个女子名叫芈月。你是何人？怎敢大逆不道，直呼芈八子的名讳？她与你有何干系？哦，在下也是楚国人。这宫里宫外楚国人多得很，都借着楚国二字来攀附八子。你四处打听他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啊，母亲。雍大人，不知你在问什么呢？这位公子是随我进宫办事的。小的不知，这位公子是跟雍大人一起的，多有冒犯。我们这就告退。雍大人慢走。走啊。王后，楚国那边刚送来的书信。王兄和母后好久没来书信了。是啊。王后出了何事？母后现世了。知道魏后去了，孟昭氏和景氏都亲自过来祭拜。可直到此刻，那个芈月不仅没有露面，连声问候都没有。今日我还曾特地去会院通报魏后故去的消息。仙儿慧儿好歹还说了声请王后节哀顺变的话，可那芈月就坐在屋子里，竟然连眼皮也不眨一下。姑姑，你说在我出嫁前，母后日日守着这些陪嫁裙的，看了不下数十遍。魏后字字斟酌，唯恐一点疏忽，让王后在秦宫用度不足，衣食不便。这清单上全是母后的心血，可我却从未认真看过。王后出嫁，魏后可谓喜极忧戚，柔肠百结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皆悔莫及。王后不必自责，魏后指望的就是王后在秦宫根深叶茂，成就子孙帝王万世之业。戴瑁受魏后恩典与责，定会替魏后照料好王后，活一日便会竭尽全力
保王后在秦宫平安。姑姑。他死了，他居然死了。死了？谁死了？魏后死了。楚国来信通报，说他因病而亡。王后不思茶水饭食，因此事哀痛欲绝，不能自已。宫中无人能解他心结。王后闭门暗自伤心。魏后尽管刁蛮，但对王后却是百依百顺的。若不是因为对舒姐姐的娇宠，我的性命也早就没了。那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不知她死时想的是什么？她一定想不到，